人生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，每个人都会经历高山低谷，也都会面对挑战与机遇。沿途的风景千变万化，既有灿烂的阳光，也有无尽的风雨。在这条旅途中，唯有内心足够坚定，才能在变幻莫测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每一个选择都影响着未来的轨迹，唯有深问以对，才能在人生的棋局中走出最从容的一步。当困难降临时，不怨不怒，静心等待时机，终将迎来云开月明的那一天。忍受短暂的不顺，是为了更长远的成长。生命中的风雨，是时间赐予的一场试炼。当一个人能够承受住逆境的磨砺，最终将会收获更坚韧的灵魂。许多时候，考验来临时，人们习惯于抱怨，埋怨环境的不公，抱怨命运的捉弄，却忽略了困难本身并不可怕，真正决定结果的是面对困境的态度。真正的强者从不因一时的挫折而放弃，他们选择咬牙坚持，因为他们知道任何风浪都只是暂时的，只要撑过去，终将迎来晴朗的天空。人生的痛苦大多源于执念太深，人们习惯于紧抓不放，害怕失去，却忘了世事如梦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。许多烦恼并非外界施加，而是内心难以释怀造成的负担。当一个人执着于过去，无法接受变化，便容易让自己困于无谓的纠结之中。看透人生的本质，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。当一个人不再被外界的评价影响，不再过于在意得失，内心便会变得轻盈，生命也将因此而豁然开朗。无论处于何种境地，都应该勇敢迎接挑战，畏惧风险，选择逃避，只会让自己停滞不前。机会并不会等待犹豫不决的人，只有敢于伸手去抓住，才能让人生有新的可能。许多人习惯于安于现状，害怕改变，担心失败，于是选择裹足不前。然而，真正的遗憾不是尝试后未能成功，而是从未踏出第一步。机遇来临时，勇敢迎接，不畏惧未知，才有机会成就更精彩的人生。成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，而是在一次次跌倒与站起之间找到更强大的自己。放下过去的遗憾，才能拥抱未来的希望。许多人之所以活得慎重，是因为无法释怀过去的伤痛，总是反复咀嚼曾经的错误，让自己困在过去的阴影中。然而，人生的方向是向前的，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，都已经无法改变，唯一能够掌控的是现在的选择。选择放下，是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，让心灵从沉重的负担中解脱，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。有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来自于彼此的误解，来自于过于在意别人的缺点。如果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别人的过错上，内心便难以获得真正的平静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有优点，也有不足。若能学会欣赏别人的长处，而不是一味放大缺陷，将会发现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。学会包容，不仅是对他人的理解，更是对自己的成全。当一个人不再纠结于他人的过失，不再斤斤计较于过往的矛盾，内心便会变得柔和，生活也将因此而变得轻松自在。曾经的伤害并不值得反复回忆。许多人之所以无法快乐，不是因为生活本身不幸福，而是因为总是沉溺于过去的痛苦之中。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，选择记住，只会让自己不断受到折磨。遗忘并不是懦弱，而是一种智慧，是给自己的一份宽恕，让自己不再背负沉重的情绪负担。当一个人能够真正放下那些让自己痛苦的回忆，他便能够轻装上阵，去迎接未来更多美好的可能性。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内心的平静，而不是外在的拥有。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，唯有学会知足，才能拥有真正的幸福。人们常常追逐着更好的生活，却忘了珍惜眼前的一切。许多时候，幸福并不是来自于拥有多少，而是来自于内心是否满足。当一个人懂得珍惜当下，感恩身边的一切，他便能够发现，快乐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自己曾经没有察觉。生活并不会总是一帆风顺，但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。当你能够忍受困难，当你能够看透世事，当你能够勇敢行动，当你能够学会放下，当你能够选择宽恕，当你能够珍惜当下，人生便会变得更加轻松与美好。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都是成长的一部分，唯有选择坦然面对，才能活得更加自在。当你真正理解这一点，生命将不再充满遗憾，而是变得充满希望与可能。